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。今集嚟到蝶翠峰，受業主委託進行全屋防漏工程及全屋鋁窗維修服務。業主話較早前已經留意到單位窗外嘅防水層有老化收縮剝落嘅情況，為咗避免窗台滲水，主動向我哋查詢。經我哋驗窗人員詳細講解之後，就決定揾我哋幫手啦。其實防水層老化嘅主要原因係物料上嘅不同，而我哋會採用韓國特製791防水膠，除咗更耐熱、更耐用之外，亦規定防水層嘅做工厚度為1.5寸至2寸，大大減低老化收縮嘅現象，避免石屎外露，令到雨水入侵室內嘅牆身。嚟到鋁窗維修部分，可以見到鋁窗配件氧化程度屬於中等，而業主未雨綢繆，決定一次過更換配件，同時辦理鋁窗合格證。即使之後收到強制驗窗通知，都可以減少好多申報嘅程序，咁就冇晒煩惱啦。工程完成。